各位兄弟平安，请安静心来准备今仔的敬拜。麻烦有手机仔的关做震动。伊赦免恁拢总的罪，医好恁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由。即时咱请敬拜团来学罗敬拜。真欢喜，搁一届甲兄弟姊妹做伙伫圣殿来敬拜主。咱即时咱若方便，咱会当起立，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咱的主，用华语敬拜主吼，一起来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今得荣耀，万王之王。从头再唱一次，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
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来高举，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他曾舍命。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感谢主，救主拣了咱做伊的子民，咱嘛继续咱用基督的心来敬拜，一同来吟圣诗135首，愿救主会当做咱的牧者，伫主内咱拢是。一个大家庭，伫主内成做伊个囝儿。求主愿意做我牧者，愿拢我可你扶持，带到草坡予我啉食。比伴油条来保庇，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烧会愿归属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烧会愿归属你。愿大属你安稳自在，你要伸手来保护，求愿拖你对着航海，因带是要归正路。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烧会愿归属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烧会愿归属你。愿要细汉爱亲近你，爱要听叹你命令。心爱比伴探接纳你，而你无样这做成。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听阮到永远。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听阮到永远，阿门。咱继续徛咧。咱三甲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却要知影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同心来祈祷。
我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即礼拜来保守甲看顾，也带领阮来圣殿敬拜你。求你赦免阮即礼拜所做有形无形的罪过，帮助阮有敬请的心，伫日常的生活上按主你的教示来行。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台湾即个国家的安全，免受战争的威胁，和平安居乐业伫即个美丽的岛屿。主啊，阮所敬听的苦马桥长老伫3月7号受主你警调，求主你会使安慰因的遗族，减轻因的悲伤，也求主你的灵甲蔡长老同在，互伊讲出来的信息，帮助阮更加亲近你，也祝福所有敬拜你的人。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请棒经团来学乐敬拜。
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3至10节。马太福音第4章3至10节。试者，我来甲因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或者石头，或者石变做饼。若是伊应讲，有记载讲，人的话，毋若瓦靠饼，就是瓦靠对上帝的喙所出讲的话。魔鬼就带伊到圣城，互伊伫殿内买溜，甲因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家己倒落去，因为有记载讲，伊要着你的，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因要用手扶你，免得你的脚踏着石。耶稣甲因讲，阁有记载讲，无得试主你的上帝。魔鬼阁带伊上极悬的山，用天下万国甲因的荣光互伊看，甲伊讲：你若拍落拜我，遮个我拢总互你。耶稣就甲伊讲：撒旦，退去，因为有记载讲，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若定。以上，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今仔是要分享的题目是：天将降大任伫斯人也。哦，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来，请。大家平安。我从真细汉的时阵，我读国民学校时阵，老师常常讲，讲你若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要记得孟子讲一句话。这句话，目前在座的应该都听得到，因为听不到的，目前没有听到的，现在在灵修哦，在我们的青少年跟三宝团契在宜良灵修，而我们也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这一次的灵修旅行能够更加的认识主。那时候孟子讲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怎么样？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前必空乏其身，前必乱其所为。来，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必乱其所为。我想不必再解释。第二，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伫这个社会上，伫每一样事的中间要成功，一定要先受到折磨，先受到试探，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试探。什么叫做试炼？什么叫做试探？如果看原文，圣经的原文里面只有写试探，可是我们中文里面就把对魔鬼，从魔鬼这边来的，我们认为是试探；从上帝而来的，我们是认为是试验或者是试炼。你们一生之中没有经过试探，没有经过试验的，麻烦你举手。你这世人的中间，唔捌经过任何试探、任何试炼、任何艰苦心的人，麻烦你举手。有的人，准啊，假使有迄个人嘛，无伫咱遮啦。咱这礼拜考马长长老3月7日，咱科学院长老伊真关心伊，我甲咱抱讲，伊蒙主文调。我袂讲伊是不听蒙主文调，我是讲我真欢喜蒙主文调，因为说了世间的劳苦。那你世间真对，我们会经历了好多好多的艰辛困难，好多的折磨责难。从魔鬼来的试探，我们要赢过试探；从上帝来的试验，咱来压过这些试炼。那咱今日长老无伫咧，今长老的大姑今天告别礼拜。我们从小以前在北港教会嘛，定定做会。时到，时间到，上帝就会让他离开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上帝给我们的试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跟我们讲，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会当忍受这上帝这试炼的人有福啊！因为什么？伊要经过必得到生命的冠冕，伊要得到迄个生命的冠冕，要得到迄个上帝眼光，他要得到生命的冠冕。那主所应允和听伊的人。我常常看到咱这老兄弟、老姊妹，因来到上帝面前咧参加做礼拜，伊足幸福的呢。因这世人拢亲近的上帝，他一辈子跟上帝在一起，那是多幸福、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偌幸福、偌水的一件事啊！我嘛常常想讲，我的身躯嘛是真歹。你看我的声吼，愈来愈，人讲高声去食后吼。愈来愈无声，奇怪，这么叫久诶。从日本回来以后，从日本就这样，一直咳嗽，然后一直咳到最后，现在声音越来越有磁性吼，沙哑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能够开口赞美上帝，我就开口赞美上帝，直到最后那一刻。我这边要甲你问一件代志，讲你会惊死袂？吼，咱的姊妹虽讲袂惊死啦，有无袂惊死嘛？对无？拢是咱嘛会惊死，惊死是安怎？我代志，我的事工做还未了呢，我事工还没完成啊，书也没讲，我还没为上帝尽最后的力量，我就这样走了吗？所以我们要每个人谨记为上帝尽最后的力量，你走得很坦然，走得很快乐，行啊足欢喜的，因为去天堂，这是上帝欢喜。所以忍受上帝给你的试验的人，你受幸福，因为上帝讲过，我不会让你们的试探超过你们所能够忍受的。上帝甲咱讲，你看互你的试探袂超过你会当忍受的，是惊你安怎？惊你袂想要就放弃啊！惊你袂想要就跋倒啊！像恁吼，有当时咱拢做秘书的，今仔帮总团讲了好啊歹，高总团唱了好啊歹，啊但零零星星安尼跑。你是叫人宰相啦，人好就好，咱就共学了，就是共学了，好不好大咧？我感觉伊是咱教会宝呢。一边阮阿叔咧甲讲吼，啊去年吼，咱咧放总有歌放总已经嗨起啊，咱要换新咧，哦爱3-4万箍，煞无啥敢讲。教会事工，咱教会的钱，就是要用这个嘛，就是要用咱的事工。爱买新的就是买新的，爱用换新的换新的，套伊都唔敢讲的。这是咱的宝呢。我嘛足希望有一日是咱的牧师都在讲道，我都在讲帮助甲讲，这偌水的一件事啊！侍奉到最后一时刻，这是感谢主的代志。那每一个人魔鬼互咱有真侪试探，魔鬼互咱试探都无共款，然后伊会用足侪引诱。有可能就是伫约逼，伊甲你挑，甲你折磨，互你离开上帝，就像约伯他折磨你，让你离开上帝。可是有时候，现在大部分上帝是用什么？用诱惑、诱惑，人的需要的诱惑啊！你若吼啊，明日做礼拜啦，你去庙里吼有拜有保庇，好啊！你逐礼拜做礼拜，啊有够欢喜。啊，足量足侪时间呢！啊，你去庙里拜就好，啊拜我都互你个光明礼路，你来看吼，那特别过29咧拜迄个光明顶吼，啊发财金，有没有？吼，迄个福建好拢拜偌长呢，啊，佮大家烧手去点下头前呢，啊，佮即马佮有毛贵的、贵租的，互你光明顶啦，啥物顶数拢总包起来6000箍。好，你付迄个6000箍，你感觉足欢喜的，佮爱摕钱互庙里，爱佮烧手呢。咱当时教会若讲要建堂的时阵，大用烧手的，讲我摕6000箍来教会建堂，啊，佮用烧手来排队，互武士军都咧写袂离。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咱咧想，魔鬼互咱真侪诱惑的，讲人互诱惑吼，开始会产生迄个罪啊。人甲人的中间啊，会比较啊，啊，啥上帝对较好，啊，啥即个人也无比较好，伊是安怎？即个股长为着应该我做，啊，他会变成股长，啊，我足骨力咧打拼，啊，他会伊生意做了比我较好，但大家拢为着这代志咧艰苦心嘛，咱这世人拢为着讲啊，这功名利禄，咱住咧烧钱的时阵，咱人的诱惑的私欲的出来啊，甚至咱。
所看古早历史内面，为着一个查某囡仔，甲点烟火，为着查某囡仔，你要讲古代有4大美女，为了美女，宁愿什么都牺牲。当然，我来为着我某吼，我是可以为我太太牺牲，但是不要忘记，不能牺牲上帝。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会有私欲。那讲我们不能有私欲啊！你去深山人来做回收，你去深山人来做修饰，那个是自私的行为啊！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行善。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伫这世界上，咱来做好事啊！因带人来信主啊，感动这上重要。耶稣苏当时耶稣落世间，伊开始要出来传道以前，伊嘛照咱的礼仪哦。伊做啥代志？先领洗礼啊！伊讲我都免领洗，我头可能我上帝，我都上帝，上帝该领洗礼。总是迄边的领洗礼，有出现一样代志，三位一体。伊领洗礼时阵出子呀，有鸽子，圣神降临，然后天领上帝开声。这是我的囝，我所欢喜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欢的，让人家知道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神的身份。然后用啥这时阵了，伊毋是随出来传道哦，伊做啥行过？禁食40日，禁食40日咯。禁食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禁食祷告在犹太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大部分都是1个礼拜1次。耶稣40日。我有一遍试讲，我来禁食看卖咧，因为我伫监察院嘛做无用诶，我干2日尔，到第2日吼，行路行无啥会去，出来甲我那秘书讲哦，你干脆去帮我买一块面包，买一块面包来给我吃。你讲，委员你这里要这么为什么这样苦自己？我说我只要禁食祷告看看哦，2天呢。2日内无食饭，足艰苦，有啉茶啦吼。耶稣今日嘛是有啉茶啦，因为看得出来耶稣是有喝茶，人也无啉茶，真正3日无啉水、无啉茶3日，大概都无法度啊。在40日，有一个神父，伊讲伊要学耶稣的款式，禁食40天，结果到第25天的时阵，心脏衰竭，过身。咱若无受过训练，不一步一步来的话，不要立刻禁食40日嘞，你的生命全无去哦。总是禁食祷告有什么好处？真的，我可以体会到，真的是只要2天你不吃东西在那边祷告，你觉得真的跟上帝非常亲近。所以咱小要禁食，禁食的时阵会互咱感觉讲，我的身躯虽然在摇活中间，我的心神会完全依靠伫上帝。所以第一项的试炼是耶稣伫遐已经伫山上。祈祷40日哦，禁止40天哦，会晓袂？耶稣是人的肉体呢，会晓袂？会啦。40日，什么人用肉体形容？什么样一个人40日禁食讲伊巴肚袂枵？莫讲40日，11日就巴肚枵，我毋知人啊。虽然以前一直跟人讲断食很好，禁食很好，但是40天真的是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4天以后，他的身体完全改变。然后先跟人讲啥？巴肚嘛枵啊！魔鬼就是趁你在最软弱的时候，上软弱的时候，魔鬼就来啊！魔鬼看耶稣巴肚咧枵，魔鬼就来啊！他讲：哎呦，巴肚咧枵哦！你那是上帝囝，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哦，就简单的嘛，石头一大堆吼，你把它变做食物。迄人若咧枵吼，你捌注意无？毋免山珍海味。一粒馒头，你来摇我的时阵，食到一粒馒头，臭酸的馒头，哦，好好吃哦，山珍美味。尤其是吼有旅行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你若出去对旅行团出去佚佗咧吼，较想到台湾的卤肉饭，迄台湾卤肉饭有够好食，它的卤肉饭就是好吃，一碗15块有够好食。去目口食偌好的物件，拢袂骗台湾迄个卤肉饭较好食。不都要啊呢？魔鬼讲哎呦，你才得啊！你遐艰苦家己啦，把石头变作饼啦，石头变作粮食的好啦。啊！那耶稣我当然变无，那也无可能。5块饼2尾鱼5饼2鱼，耶稣就可以让5000个人喂到饱。他变石头变石头变作饼，简单不简单？对耶稣来讲太简单了吧？那有什么了不起？全部都是面包。
可耶稣只有讲一句话，那是《生命记》的一句话。他讲说，经上记着说，《生命记》里面讲，人活着不是单靠哦，耶稣不是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哦，注意听啊，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不是干那靠食物尔啦，爱靠啥物？靠上帝出来说出一切话，伊伫生命记内底，因伫旷野咧流浪的时阵，哎呦，我都无通食啦，上帝专干嘛啦？互因，那很好玩哦。上帝给你玛纳，赐你玛纳，是一天的粮食，一天足够。一日你去一日够呀，所以主都问人讲，我来日食给咱有关，我们今天所吃的粮食，今天给我们足够的好。今日咱吃到饱，咱就爱欢喜啊，在满足啊，咱有当时哦，食这啊，阮都普通都嘛食乌鱼、鲍鱼子，啊，咱特别的爱餐哦，难道你爱检讨者，咱爱餐下昼食伊都饭团尔。啊，拢内面我特别咧找，拢找无鲍鱼啊，找无乌鱼子。总是咧毋通袂记起，上帝所出的一切话较重要啊！耶稣开3万妇人讨水的时阵，3万妇人讲讨水讲，啊，你若食我的水，用袂水干，3万妇人来听无啦。所以上帝是跟他讲说，信我的人会得到饱足。但是咱肉体中间嘛是爱啉水。嘛是爱食物件，总是较重要是安怎？爱靠上帝来活，靠上帝来食物件。我去香奈儿，毋知捌无？这我咧想，应该问迄个会员，咱知影的会员有去法国留学过吼。香奈儿，你毋是香奈儿足济，法国足济，你要足济倒来吼，啊，我拢无看到呢，无哦。香奈儿他讲一句话，优雅是懂得拒绝。知影拒绝，但是真正优雅。咱若看到看到好好的物件，啊，着气啊！若看到迄个较大的官，啊，着安尼足谄媚。我感觉迄毋是人，人拢平等啦。我伫人权委员会，刚定定甲伊讲一个工课，一个代志。伫台湾，我希望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查甫，不管你是查某，不管你是印度来，不管你是印尼来，不管是越南来，不管你菲律宾来，你不管得一代人，不管你身躯生做安怎，上帝面前拢平等啦，拢上帝所创造的啦，拢少年爱受到尊重。咱陈俊翰贵姓吼？咱知无？迄个厂长，迄个法学博士陈俊翰贵姓？去年的12月研究会，我当地有咧甲伊讲话，结果一个完了某种一个常战人士，阮的委员来甲我骂，毋是骂啦，足指责，讲蔡副主委，你跟他讲话怎么高高在上？我讲奇怪，不会，我跟人家讲话不会高高在上。有啊，我就176公分，那陈俊翰就倒来，我看他讲话嘛是平日监管，讲你应该蹲下来跟他讲话。啊，边啊，迄个老专笑就讲，应该跪下来跟他讲话，跟你们应该跪下来讲话，真的没有必要。给我陈俊翰立刻那个赖还在我这里，立刻赖一个给我蔡副主委，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我们谢谢你。我妈妈没有水，你还特别拿水给我们喝。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高高在上，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谦虚，都是卑躬的。就开始今日要谈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哪？伊是用罗卜的身份，咧讲互这罗马人听啦，讲耶稣毋是要做恁的王啦，耶稣毋是要抢夺罗马政府，是要用谦卑的心来做。所以上重要是，咱看到最近我当伫台南的时阵，都发生啥物？毒淀粉、塑化剂加地沟油，有无？吼，迄阵逐个足紧张呢，煞小吃零食拢无人敢食。咱即摆夜市啊，树林夜市啊，即摆佫恢复啊，满。树林夜市的卤味拢是化学酱油、化学酱油。这个传出去没关系哈。我到现在还跟食药署在 argue 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就允许化学酱油在台湾这样室内？你食药署应该有作为。选举完结束了吧，总是应该改进的吧？不要给我们买酱油的时候每天提心吊胆。那些大超市买的，你知道什么叫做化学酱？化学酱有2种，一种就是酵素分解那个豆渣，一种就是盐酸分解豆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盐酸，因为酵素很贵。如果酵素我就不讲话，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标示说盐酸水解酱油，你要不要买随便你。他们说不行。
结果那个吴处长吴秀梅跟我讲一句话，说啊，这样就没有人买。你管他有没有人买，你就把真实的情绪讲出来就好啊。你怎么只在为他们想？你们为什么不想我们这种老百姓？我们健保每一年都在增加，都得那么多的 cancer。好了，这个事件一件一件，其实我来这边最少查了6件食安事件，但是没有公布，希望他们改进，希望他改进，有没有改进？有。最近又查蜂蜜，你们以为你买的蜂蜜是真的啊？现在经常广告什么山里的野蜂蜜，拜托不要买嘿。真正的蜂蜜是要100%的纯蜂蜜，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全世界各国没有说蜂蜜可以加添其他东西。结果我们目前创造一个法令，去年7月1号说这个蜂蜜只要60%纯的，就可以叫蜂蜜。我说你这个举世无双啊，全世界都没有，只有我们台湾有。就是鼓励台湾人把蜂蜜可以加糖。你真的有时候不晓得应该跟他们怎么讲。这个会不会公布？这个调查报告快公布了，理论上我不能讲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真的天然纯的东西？我去找了好多蜂农，他跟我们讲，我们就是可以生产纯的蜂蜜，就是食药署叫我们收60% 就可以的，其他就加糖嘛，加别的，好吗？为什么不喝纯的东西？蜂蜜对身体非常好也可以做中药呢。现在苏丹红还在发烧哦，苏丹红现在都小吃店吓到了。你要带囡仔去吃素食无？素食是毋是爱问遐蘸料？你若较输去食迄个肉鸡、肉羹啊，你若无掺胡椒粉，你敢食会落去？胡椒粉老苏丹红的啦，辣椒红红的辣椒，其实啊，真正辣椒更久是安怎？毋是红色，是咳嗽的呢。你看咱辣椒拢红公公，足水的。尤其咱披萨有无？披萨爱南瓜辣椒粉，感觉足好食。个看到出来，一大堆拢苏丹红。苏丹红是那个硒，那个 Codex 有分 A、B、C 的致癌物，实际上是硒的致癌物了。等于讲致癌物的成分不是那么大，但是苏丹红有个特色会残留。就店面塑化剂前他们常加，说起吃了会残留在身体呀，残留身体以后会发生病变。这苏丹红是一点都不能加的。结果我们的政府官员出来讲说，苏丹红跟咖啡茶一样，这个是没办法，报纸就出来了。那其实是我调查，但是我一向不出主查，所以就给3个委员查，我就排在最后面。要不要查？一定要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啦！台湾人很可怜呐，经常在吃化学药品啊，是不是应该改一下？我不改没关系啦，反正我已经这个年纪了啦，最起码为我的下一代想一下嘛。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吃的东西就是很重要，所以他们特别选派7个技术做啥？做分配这个工课呀。较重要的台湾这最重要的呀，你看咱台湾这那个咱的迄个最低薪资是29000、28000，不到3万，算3万好了。咱吃一顿顿拿3万，你捌看到吃一顿30万的无？比比皆是呢，不要小看呢。一顿安尼大顿吃起来30万，这是全世界一个文化，这是愈吃愈多。像咧印度，那咧婚礼，最近印度举办一个婚礼，所以有出了2500道菜。印度婚礼很好玩哦。印度现在我们驻印度这个大使跟我讲说，他的婚礼有1万个人参加，所以要1个礼拜，反正这川流不息，大家呢有1万个人。您婚礼几个人参加？你们2个夫妻在这里，有1万个人吗？搞不好连1000个人都没有。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自我中心意思是上帝魔鬼在跟我们探讨一个利器，自我中心。那有当时都标榜自己，你是上帝的囝，你就把那个石头变作石头。我们有时候引诱，在有需要的时候，上帝最容易引诱。我这个生意我真的很想做到这个生意，可是那个生意那个人很喜欢去酒家，
我若不陪他去酒家，这笔生意就谈不成。然后呢，以前听说唐戏都要到北投唱那卡西。然后呢，我们有时候这个引诱耶稣在进行世事作业的时候，圣经写这句话，后来就饿了。人饿了很可怕啊，饿了又是不择手段呢。古代饥荒的时候，有听过一句话没有？易子而食。巴肚人咧枵吼，都无法度爱抬囡仔，家己囡仔抬袂起，无我囡仔互你抬，你的囡仔我抬。哎呦，这个代志做袂落，但毋抬死家己呀。有没有做这种事？有啊。捌食过南猫无？有啊。你也有当时迄做兵哦，真正无物件通食，去到南苗战争，伊讲真正捌食南猫呢，毋敢讲尔。迄无伊一边飞机失事。无已经足久的了，结果人有调查出来讲，迄真正吼，因咧食遐淡薄的南瓜，但是无人敢讲。迄在阿尔卑斯山，拢无物件通食，你真正不能苛求。但是食南瓜，想到着，真个食南瓜你才讲。但是咱基督徒说，耶稣有需要的时阵，伊毋是想着讲，我都足要，无好啦，变做变来变两地啊。互我来食，伊想着啥？上帝旨意讲，跟他讲。上帝是因为上重要，我为什么受你引诱？我肚子饿，上帝如果叫我把石头变作食物，我就变。我听你魔鬼的话哦，我们经常是听魔鬼的话。魔鬼你落去做，你就真正落去做，你就是受他管辖。所以上帝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代志，所以唔嘛恁咧食。也是恁咧食啥物，也是恁守啥物节日，上重要是爱荣耀上帝啊！咱今日来做礼拜是要荣耀上帝呢。咱今日来做礼拜，毋是讲我甲上帝交差，敢若咱有一个丁玉波上帝啊！你甲记起来，菜虫又来，打一个勾，烤米地又来，灵桂香又来，啥物人你又来，又来，啥物人又来，啥物人又来。迄是形式上啊，上条是你的心内有甲上帝三个做伙无？你来遮是要甲上帝三个做伙，这是真重要。所以咱古早一句叫做“饱暖思淫欲呀，饥寒体盗心”。而且我感觉有话吼，古早先人的话，古代的人讲的话，我们觉得很重要。为什么？那在经验的累积呀，我们真的要克服自己。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赢过这个试探？有一个人。这个屠夫在另外一个乡镇，咧抬猪的，然后伊尾仔抬了卖无了，一块猪肉，你再抬猪无拢一个钩啊，那钩出来，伊跩钩迄块肉吼，要经过因兜，经过一个树啦，讲后壁菜农啦，咧甲对啦，系啊，菜农阮啊，迄条肉足大块，安尼钩，伊讲害死啊死啊，可能要食我这块肉，要吃我这块肉，肉一直摕去哦，伊来脚定来时阵，这个肉反正钩啊，看到菜农。反而会吃我，就把那个肉挂在树头上，像我挂来较悬吼，可能菜农就食袂着。我明仔载继续透早，你死吼，因为暗时嘛，你死我再来摕。结果伊透早，透早白天去的时阵吼，他看到树上一件事情，迄个菜农挂伫遐，迄个肉因为狗以为食迄块肉转跳过来，就搞伫遮。不要忘记嘿，有时候你贪吃吼，贪世界的功名利禄。你家己死家己挂伫遐，给我们一个警惕呀！我们本身每一个人要知道，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所以，基督文讲，唔能互阮这个气呀，叫阮脱离歹，叫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但是会被遇到试探，会呀。我们只是祈求上帝让我们试探能够减少。但是这是一个祈求，一个请求，但是我们还是会遇到试探。遇到试探的时候，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看它。第二个，梅阳世来的试探，这是对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所以魔鬼带他到哪里？到那个圣殿的最顶上，那个地方所看到是一个宗教，所有的人只要到圣殿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没有，应该到4楼里面站在我们4楼，哇，所有人都看到。耶稣站在那边，他说：“你把它跳下去，跳下去，天使就会把你扶着你，把你扶嘞，你都不会受伤，那不是很荣耀吗？你想想看，谢长老有一天你爬到你们楼上，把它跳下去看看，跑到你就摔死。这是试验上帝，
我们上帝会给我们走正路，而不是要试验上帝。说上帝，现在火车来了，你看火车来了，我就要跳下去。上帝，你要派天使把我扶着，让火车不要撞到我。上帝他我都不是在派戏，讲你跳里面去跳回家，上帝在为你这个做行奇迹，加新家，这个不对呀、不能试验上帝呀、所以你若是跳下去，所以上帝在讲说。他一定会命令你的使者把你扶着，所以魔鬼所以你经常记得说，主要为你命令你的使者把你扶在殿上。这个殿堂是什么？是个荣耀的地方。申命记讲说，只要你走正路，上帝会保护着你。所以魔鬼经常用什么？他把圣经曲解，他断章取义的。上帝说你在走正路的时候，我一定保护你。可是你从圣殿的屋顶上跳下去是不是走正路？那在表演嘛，跟法利赛人相共哦，安尼跳入去我安尼，面来连环击手就要安尼，上帝啊，我拢今朝咧祈祷，我就虔诚诶。这种狂要冲啊！你要面对上帝，而不是做那种表面的工作，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有一首歌，今天我好像在练古文新解的感觉哈。有一首歌是约会，有没有？30公里千里途，8000里路云和月。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不是一触可及呀、每件代志是日积月累，跟咱的灵修相共，跟咱读圣经相共。不是你看到一节，你第一个拢捌圣经啊？你要将这圣经规本读好了，你的信仰是要慢慢造就。所以有一句话，就习惯于愚臭的人忘掉了兰草的芳香，你记得吗？有当时啊吼，其实你身躯臭臭，你家己唔知呢。你也定定你伫菜市场遐吼，有猪肉店的人，你其实身躯拢迄个肉味，整个身体说鱼臭味，还是你卖鱼的人。但是你袂感觉啊，别人闻了啊，会感觉啊。你读这小讲，你也定定咧读册的人，人讲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你定定咧读册的人吼，甲无读册的人无共款的，像你音乐家。你看音乐家，你就感觉迄个气质无共款。你也看到迄个读册人，迄个气质无共款。啊，气质要安怎讲？迄毋是秀芳水有效的哈，气质训练的哈。你也看有当时啊，有一个人，你也看印度遐好起来，拢安尼好诶破练吼，黄金愈挂愈济，安尼规身躯挂足济。你感觉安尼伊就足有气质的笑？袂啊，有当时气质咧，穿一个普通的衫，你要看阮太太底一个无，你袂感觉足有气质的？阮太太有气质无？哦啊！你讲话无啥甲讲，你莫讲家己讲你太太。所以上帝气质是安怎？是咱来从心底发出来的那种气质啊！迄气质就安怎？互咱魔鬼引诱人，拢会用足水的理由啊！伊甲我讲，上帝甲我咧讲你遮都会死，上帝惊你啦！那个苹果吼，吃下去会很有智慧。上帝拢常常讲迄个模棱两可的话，其实伊会曲解上帝的话。上帝讲，园中的果实都可以吃，只有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实你不要吃，因为吃了会死，吃了会死。无啦，上帝甲我咧讲，无拄拄啦，无影啦，甲试看觅，吃了偌巧呢？咱常常受到这引诱啊，咱常常受到这影响啊，所以咱的信徒唔知影，常常有当时咱上帝互咱应允是啥物？咱常常无咧祈祷，无咧祈求，其实上帝甲咱准备礼物伫遐。总是咱敢要用咱的方法，人类的方法，我来找什么关系，我来做什么事，我来用什么，安尼上帝吼，安尼就当摕去做物件。所以咱毋通袂去啦。上帝往往是这个物件准备了，看你的心谦静落来，你甲祈祷无？伊敢要讲你真正有迄个心想要爱，安尼我就互你，我就准备了互你。所以呢，有当时啊，有一样啥是命令上帝，我常来讲开料单啊。玛利亚，天主教绝对毋敢引用这个圣经，因为玛利亚伫因的心目中是一个完全完美的形象。用我来讲，玛利亚嘛真正真好，我一世人都对伊袂着。所以玛利亚嘛做着一样代志，伊明明知影上帝是圣神怀胎互伊生呢，结果参加迦纳宴下迦纳的宴席，无酒啊，伊做一个啥物行为？耶稣，来。因无酒啊呢，他们没酒了。意思是啊，耶稣你变酒互因啦。我知你就有能力的，你我的后生，我知你的性情怀胎，
你是神嘛，你甲变酒就好啊。原来耶稣讲一句啥话？富人人啊，这跟我有啥关系？富人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诗还未到啊。有人听到讲耶稣有够不好，该老母讲这个话，你老母也讲一个讲，做某啊，今日你安怎？做某你是阮后生呢？你甲讲这个话，你甲考虑讲啊，富人人啊，你跟我有啥关系？你给跳起来，没有。耶稣只是在表明我是神的身份，你不要命令神做事情神自己有他的旨意，而不是听你的旨意。你说叫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看他刚那一下时阵，但是电话玛利亚，我当下有一点很钦佩，他立刻觉得啊，这不对。如果要我的话，很生气嘛。你看哪一个妈妈听到儿子讲这种话不会生气？可是玛利亚不但没有生气，然后跟他们讲说：来来来。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个叫信心呢。唔叫生气，我你在讲这话，好，其实无啊。来来来，伊来叫你做啥哦，你就做啥物。结果他就一盎一盎的酒，一盎一盎水倒落了，要被浇好这的酒啊。他的美丽就在哪边？就在说我们要听从上帝的旨意。所以魔鬼常常在我们教会中哦。那个我们在教会就没有魔鬼，我在盐水就遇到魔鬼在教会里面就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对音乐很有造就的人换掉鬼呢。这别再讲伤济吼，会损害到他，但是不否认他信仰很好。不是信仰好的人，魔鬼就不会缠上你呢。因为他信仰如何，魔鬼和你如贼。所以台湾说自杀率最高的是什么？那些明星得到忧郁症最高的是什么？那些大官跟明星你的光彩亮丽，其实那个压力好大啊，那个很多的忧郁症。有时候你看到明星突然从楼上这样跳下去，因为他已经压力大到不得了了，他就自杀了。所以我们相对热衷名利的人，我们如果热衷名利而没有侍奉主，不是以主为主的话，你会发觉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像那个现在好像没有了。以前我们小时候有那个松鼠，有没有？圆圆的啊，松鼠一直跑，有没有？就在那边转呐。我们现在有那个轮子给狗在那边爬，一直跑，给它训练。其实不要讲狗了，我觉得我们跟人也跟狗一样我们人经常在跑步机，有没有？跑了老半天还不在跑步机，有时候把它转快一点，有把它转慢一点。就是我们在追求功名利禄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追求功名利禄，我们纵然再怎么用力爬，得到是什么？永远达不到啦。你说松鼠跑了老半天，有没有跑出那个铁笼？没有啦。所以我们相对的，世界最容易的冠冕，有一件事情都是用荆棘而编织的。有人说，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他戴什么冠冕？荆棘。他去告诉世人，我来做王，我是荆棘的冠冕。我这个冠冕也王光不是那个灿烂的王光，它是一个荆棘。我受尽人类的苦楚，我替你们承担任何的罪，我带的是荆棘的冠冕。耶稣带的是就是荆棘的冠冕，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所以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主。”对不起，等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试探我们的主。不要试探我们的主，因为经上跟我们记载，我们荣耀富贵的试探，最后我们要知道，魔鬼又带他到一座好高好高的山，一看下去，所有的荣耀富贵就在这里，对他说：“你只要拜我现在世界上还是我掌权你只要拜我，这些东西都给你们。”哦呦，如果今天突然魔鬼把你带上101高楼，蔡崇义你看下去101高楼，你现在不是说要买房子都买不到买到新店都买不到了，买到永和了，现在大概只剩下那个泸州那边，大概看还有没有？你去买，不必全部都给你，你心会不会动？会哎呦，真的还假的？就像慧莲去到那个香榭丽榭大道，在巴黎，在那边一看，他说：“林慧莲，我告诉你，只要你拜我，香榭丽榭大道所有的店面都给你，好不好？”
你现在说不好啊，到时候你真的吗？到巴黎铁塔一看上去，全部都给你。我会经常这种试探呢，只要拜我，全部都给你。但相对的，迷惑是看人这种短暂的权位。咱考满小技术，3月7日过身，3月23要考别礼拜。咱的回忆呢，过身的时阵，我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叹。咱伫世间的日子是咧算日的呢，数馒头。当过兵的人就知道数馒头。可是我们在数馒头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要在数馒头的时候，还有上帝的恩典跟我们同在，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各位来讲，今天都在讲古代的文学哈，各位看过《红楼梦》没有？我那个初中的国中的时代，初中我们以前叫初中，非常迷恋《红楼梦》。学他的样子，所以我们家树叶只要一落下来，我就挖个土，把那个树叶埋上来，叫做葬花、葬树叶，觉得好浪漫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看那个《红楼梦》，看他那个古代那个缤纷的色彩，《红楼梦》就讲一句话：论起荣华富贵，不过是什么？过眼云烟呢？请人去会调嘿。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呢。我们在录取我们的荣华富贵都过眼云烟，所以我们要什么？得先求伊的国家业绩啊！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是我们要先追求的，这些都给你们呐。你最主要的都没有追求，你在追求那种次要的根本达不到的东西呀。我告诉你，全世界都给你，你又能怎么样？我可以处处罗汉，偶然请可以吗？所以想一想，我们真的在追求什么？所以那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必乱其所为。为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些折磨，我们挺过来以后，那我们就是一个健全的人生。所以神赐予我们，看那新学黄金的回落，哪能哪坚固？就像黄金，那个黄金，你看一块。你要把它打造成很漂亮，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融化。银也一样啊，金银都要经过融化，经过试炼，才把那个杂质去掉，越来越精湛。有一个托马斯，我们称他为音乐之父。这托马斯是以前就蓝调的歌手啊，非常的有名，组一个合唱团。然后因为他的名声非常的好，知道大明星以后都有什么？忧郁症，他得到了重度的忧郁症。得到重度忧郁症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他太太快生产了，他就好高兴。然后又接到电报，说他太太难产，死掉了。上帝啊，我为你做福音歌手这样一辈子，我太太死掉。他说有一个电报来，还好。小孩子是个男孩，有留下来，还好有小孩。等一下2天又接到电报，小孩子也死了。他的人就坐下来，我的太太死了，唯一的小孩本来还有6个小孩，小孩也死了。我活着做什么啊？上帝啊，你对我这么不公，我这么的爱你。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福音歌曲，安慰了这么多的人，结果小孩死了。上帝啊，你在哪里？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他们的那个福音乐团里面的一员，就把他带到教会去。我们坐着跟上帝，他就看着十字架。礼拜6，第2天，他们已经准备要做礼拜了。他突然走到钢琴，开始弹琴。他讲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t me know, let me stand。这句话非常美。I am tired, I'm worn。我多疲倦了，我累得要死啊！不要再折磨我了，我已经身体都空乏了，我的身体都没有任何的好处。上帝呀，不要折磨我了。可是上帝跟他讲：“我永远跟你在一起。”我们圣歌队来一次来。
起来做伙起来唱回应诗来。亲爱主，感我主，因错我。我也真愿拢相信爱，敬奉你归阿弥，带我行的光明，亲爱。看我手靠天天，我路亲亲亲，自困我来我人生的路途。地要山，叫你听我求求，扶我手免跋倒，亲爱主，看我手，看。亲爱的主，看我的手到天庭，我们一辈子所受的试探，有时候让我们无法忍受。I'm so tired， 我们好累 ，I'm so warm， 我们已经钱币空乏其身了。我们有时候觉得好无助。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只要你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依靠主你，我们一定得胜。做空给亲来做看我的手行。我一路恁伫你的手行的中间，克服这个困难、这个艰苦、这个试炼、这个试磨、这个折磨。主，恳求你行阮三当行，空阮行，爱阮伫你的脚脚边，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咱闭万心来奉献。咱三甲来吟上行399首，愿上主大仁爱2遍。今时后，请蔡长老祝祷。
保守你对一世高永世代。我主所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通，圣是恁带甲恁三角地底，特别甲科马桥长老因的为族三角地底，照顾帮助因一切所经过，让做你好的旨意，对即时直到永世都无煞。阿门。请坐。报告吼，后主日有侍奉的同工，请准备心吼。第二，奉献后有顶台请假会计更正。消息报告，今仔日会后有小组的分享第二，今仔日下昼1点到2点半有邀请有机生活环境教育推广学会来分享防癌的饮食请兄弟若有兴趣的留步。第三，三仔团契今仔日去宜兰举行退休会第四，后主日3月17。12点50分，妇女团契甲妇女团契有邀请伊甸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常务理事长温可明来分享，做一个喜乐的出旁的人欢迎兄弟参加。后主日嘛有。2点嘛有邀请敬拜团的讲师要来指导，有兴趣的兄弟嘛会使准时参加本周新安宫的进度家己看具体交通甲大道事项恭喜吴木稳甲郑义安2月26生产母子平安感谢主保守看顾。第二，科马桥长老伫3月7号。拜祀，早起受主敬吊求主你安慰伊的遗族预定伫3月23拜六9点，伫第二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要参加的兄弟后壁有公布啦，麻烦你签一个名以便商家统计。咱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甲照顾因的亲人大岛恳求上主扶持，行过这艰难的时刻。咱也为着林明珠、李树斌、张梅梅、李维硕、李树伟、李慧芬、甲李正成、欧雪珠、李建芬、温慧玲、李芬琪、李明修、李莲莹的心灵建造大岛。咱会后确定请迄个陈长老来讲解今仔日的小组分享的经节内容。咱请陈长老。咱新安宫经济新安宫即马读甲马可，今仔日的咱马可马可福音是新约4福音内面算第2卷啦那好像就是根据考据啦马可福音有可能是最早写完的，然后马太或者路加就有一点根据不过这个都是就是有不同的讲法啦我就简单就讲一下那个
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啦哈。那个马可呢，他是那个巴拿巴的表弟啦哈。那巴拿巴是在耶路撒冷哈，算是有一点钱的人，所以那时候很多使徒哈就在耶路撒冷。就是或者说要去宣教的时候，那个巴拿巴就率先就把家里的他的一些资产就拿出来哦。那马可他也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他的家常常成为那些信徒聚会的地方啊。那马可他的年纪大约是耶稣那个时候，耶稣大概就出来宣讲的时候，马可大概十来岁，就圣公一个囡仔。哦，所以呢，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马可福音哈，我再讲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哈，就是考据就是说是马可写的啦哈他那时候是算是在耶稣时代一个小孩子哈，可是为什么说应该是他写的哈？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就留下伏笔哈，就是咱查讲约旦河嘛哈，然后有一次。亚稣伊的使徒哈有12个门徒啊，马可不是啦哈，因为他还算小孩子，那他要过约旦河，要到格拉森那个地方去，然后就是渡船嘛，然后只有马可福音4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可福音有写哈，说有其他的船跟着，那相信可能是马可他就在那个船上，因为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呢，马可他只要他就在附近，他都会一直跟着哈。另外还有就是说，到最后耶稣就被捉拿的时候，那他有马可福音有特别写说，有一个少年人哦，就打赤膊，然后拿着那个什么麻布。那当耶稣被捉的时候，那个很多门徒就都跑散了、都逃走，然后那个伊娜哈那个少年人，他就好像就也赤着身跑走。那我想说。为什么这样？马可福音对耶稣被抓啊，特别写这个好像不相干的事情哦。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说有些写书的人写小说，他就会在书里面就有留下伏笔哦。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的角色就是这本书里面的某一位，或者是他的某一个朋友，就是都会留下伏笔的哈。那所以我们在想说，马可就是这个少年人可能就是马可，这个就像说，常常一个画家哈，他在画一幅画，在群众里面他就会画，这个人就是本身，然后另外这个角色，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好朋友，叮咛说你要把我画上去哦，所以他就会在上面画，那我们我们就讲到那个马可福音啦哈，大概他写作的日期哈是大概是主后60、70年的时候啦，那因为那个马可他就是曾经也跟着保罗，跟着彼得那个就是对外传福音，所以好像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说马可算是保罗或者说是那个彼得他的那个算是。这个有的是，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写，就是说像有点像他的儿子那样子啦，因为他年纪比较小啊，那再来就是马可福音它的特征哈，就是它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就是有介绍耶稣他的那个他的族谱，没有，他就是开宗明义。他就写说介绍这个耶稣哦，那从约翰为耶稣施洗哦，然后马上他就介绍就是耶稣传福音，所以整个马可福音他就是一直在就等于说一个行动福音他没有讲一些有的没的，他就是直接写耶稣在刚开始是加利利海，在那边到处施行神迹医治哦，然后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边，就是也是有群众在听他传福音啊，最后就是耶稣受难，所以就是非常简洁的，就重点就这样子写。那这我们查考马可福音呢，里面就很多角色除了耶稣，然后有一些什么宗教的一些人士
然后有群众，有他的12门徒等等。那我想我们随后我们就这几个礼拜，我们就陆续查考马可福音。好，那我简单这样子介绍，谢谢。我补充说明一下哈，我们今天有两个新的，我们泽文执事是第一次试会，非常的稳重，非常的好。第二个是我们的画家陈慧华长老，但是在讲陈长老的时候，他还往后面看，他忘记他已经当长老了，所以他是第一次出来跟我们讲圣经，非常的好，好不好？拍手拍手。那接着我们查经的时候，我拜托一下，因为我们的那个新眼光，其实我们有读到4世纪，快做结束。4世纪的25章的21节是整个4世纪的精华。他怎么写呢？说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大家思考这句话哈。OK， 来。今仔礼拜到这，灭岛行平安礼，甲小组分享。